新冠肺炎疫情严峻，基层员警在第一线执行勤务，需经常与民众接触，成了高感染风险族群。为了感谢警方过去曾多次积极协助打击盗版，宽频服务及有线电视集团 Home Plus 中嘉继去年捐赠流感疫苗给警方。面对这波疫情，中嘉总经理童志祥决定再捐助4万剂的快筛试剂，提供警政署进行防疫运用。检测15分钟内就可以得知结果，协助基层员警保护自己以及广大民众。我们这一次捐献4万个筛剂给警政署的这个机构，那原因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在我们这个业界最头痛的就是盗版。那我们这警政署的同仁们，其实过去在帮我们做打击盗版，其实付了很多的心意，所以我们很感恩他们。同时，在这一次疫情的期间，其实这些员警们其实是走在第一线，在保护我们台湾所有的民众，所以我们真的也很心疼他们会这样子的冒险为我们。所以我们想捐献这4万个快筛剂，是能够让他们比较安心，让他们的家人也比较安心。我们这次捐献的叫安特罗的快筛剂，那15分钟之内就会有结果。而且针对于英国的这样子一个病毒，其实是可以检验得出来的。除了捐赠快筛试剂 ，Home Plus 中嘉也从本业出发做公益，率先宣布提供低收入学童家庭新旧用户3个月宽频账单减免补贴。中嘉是一个在地的企业，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有企业公民的这样一个责任。所以首先我们就针对我们的用户，低收入的用户，我们先给予他们这个3个月的免账单的这样一个优惠，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在这样一个比较辛苦的时候能够度过。那同时，针对于我们的新的，如果有一些低收入的用户，其实他们的家里面有小孩想要学习的话，那我们也提供3个月宽频上网的服务。为了让学生在疫情期间能持续学习，中嘉也响应政府停课不停学，提供第3频道及机上盒随选视讯服务给市府播放教学节目，包括桃园、台南、高雄、新北、基隆可于第3频道收看课程。机上盒随选视讯服务目前已有基隆、新北、台北等地的课程陆续上架。那我们也跟地方政府在做一些合作，把第3频道我们提供这个 Video on Demand 的服务，因为政府提倡的是停课不停学，我们也觉得学童的学习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们把这个频道空出来，让地方政府可以上架一些让孩童学习的这样一个机会。那我们希望这些都是能够帮助社会大众，帮助我们的客户。而因应疫情的变化 ，Home Plus 中嘉对内也启动分流，鼓励同仁在家上班，并为需要服务客户的第一线同仁规划完善的防疫措施，保护员工安全，维持健康身心来服务消费者。其实我们所有服务的这个同仁们，他都会先量体温，然后标示他自己体温的状况，同时绝对是身上带着酒精、戴口罩、带该有的防护的这个设备。都是必须的。那我们的门市也是一样，采取这个10连制，然后限制同时进到店内的客户数。那当然就是全面的这个每天酒精的消毒，以及做隔板，这都是必须的。面对疫情严峻的挑战 ，Home Plus 中嘉积极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，希望以实际行动发挥企业影响力，与台湾民众一起渡过难关。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。